各位歡迎收睇無線8點新聞，我係張文彩。今晚嘅主要新聞有：政府撤回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嘅撥款申請，屯門同打鼓嶺堆填區撥款仍然未表決。陳方安生話，梁振英同公務員互不信任，做決定嘅時候亦都冇聽林鄭月娥嘅意見。陳振聰涉嫌偽造遺囑案結案陳詞，控方認為陳振聰持有嘅2006年遺囑係由佢策劃。詳細嘅新聞內容，立法會公務小組審議3個堆填區擴建撥款申請。喺多個政黨嘅反對之下，政府決定撤回將軍澳堆填區擴建撥款申請。至於打鼓嶺同埋屯門嘅申請就押後表決。公務小組會議一開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宣布政府嘅決定。我哋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但係咧就到我今日咧，我哋特別係對呢個新界東南即係將軍澳堆填區咧，我哋係未有足夠嘅票數支持嘅，我哋感到係失望。今日我哋雖然喺無奈情況之下咧，我哋要撤回呢個新界東南即係將軍澳堆填區嘅呢個擴建嘅申請。民建聯喺最後關頭反對將軍澳堆填區擴建撥款，有議員質疑政府撤回申請並唔係真心回應市民訴求。我相信如果民建聯聽日轉軚咧，局長聽日都會翻嚟嘅。咁所以喺度咧，我第一個問題問局長咧就，我真係求你放過將軍澳居民啦。將軍澳嘅申請撤回，連累屯門同打鼓嶺堆填區擴建嘅撥款申請亦都失去支持。我哋有人就會因為選票而跪低，咁跪低咗之後咧，咁咪唔使做啦。咁呢個係咪我哋香港想見嘅世界咧？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都幾失望嘅。對於呢次咧，原來要2個區要承擔全個香港嘅嘢，所以我咧係將會投反對票嘅。屯門堆填區嘅撥款申請只係涉及勘測同研究。民建聯話，如果政府2年內唔回應屯門區對減低滋擾等等嘅訴求，民建聯唔一定支持擴建。其實堆填區面積使唔使要擴到咁大？要成200公頃。如果我上述嘅意見，政府喺未來2年裏邊冇回應、冇承諾、冇改善嘅話，民建聯係唔一定支持你嘅撥款擴建嘅。會議開咗2個幾鐘，主席陳鑑林建議延長會議表決，但有議員反對。陳鑑林最後宣布會議結束。撥款即使喺公務小組通過，仲要由財委會審議同表決。可唔可以趕及今個立法年度下個月26號結束之前通過呢？立法會秘書處話，財委會暫時安排咗下個月5號同埋12號開會，需要時主席可以加開會議。政府就表明爭取今個會期結束之前完成撥款。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政府撤回擴建將軍澳堆填區撥款申請，有西貢區區議員形容係小勝一仗。但屯門同埋打鼓嶺居民就要求政府一併擱置同區堆填區擴建方案。絕食保家園，絕食保家園，保護將軍澳，保護將軍澳。議事廳傳嚟撤回撥款申請嘅消息，絕食40幾個鐘嘅將軍澳區區議員同埋居民繼續擊鼓鳴冤，爭取關閉堆填區。今日咧絕對唔係勝利，不過只係咧即係還翻一個公道俾將軍澳居民，因為過去咧居民承受咗嘅苦果咧實在太耐。我哋講不成功便成仁，係一定要咧係終極關閉呢個將軍澳堆填區。屯門居民同埋區議員就要求當局同步撤回擴建屯門堆填區嘅撥款申請。屯門係處理咗好多嘅即係厭惡嘅設施㗎啦，唔應該咧係再加重我哋嘅負擔㗎。擴建打鼓嶺堆填區嘅計劃繼續上馬，亦都引起附近屏陽鄉嘅居民反對。我哋啲村民又冇咁惡啦，可能係嘛？政府咪唔理啦，繼續擴建啦，係嘛？附近幾條村嘅居民出入都必須要經過呢條路，不斷都見到有垃圾車同埋泥頭車經過。居民就話，將來擴建堆填區，擔心會越嚟越多車，影響交通。而家港島同埋九龍東嘅垃圾主要送去將軍澳堆填區。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就擔心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受阻，垃圾要轉送更遠嘅屯門堆填區，每程車多咗幾10公里，成本必定增加。
再去稔灣呢個免費車程，我諗到時會增加嗰個車嘅收費，大約增加2倍。咁即係話而家原本收緊嘅垃圾費會增加2倍咯。佢估計唔少私人屋苑都會因此要俾多啲垃圾費。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導。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民望低迷，冇理由可以自滿。又話佢同公務員互不信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亦都冇聽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嘅意見。如果問題繼續落去，林鄭月娥可能考慮辭職。特首梁振英話：過去1年政府做到唔少成績，但係唔會自滿。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認為梁振英冇自滿嘅理由。睇睇最新嘅民意調查啦，無論市民對經濟、對政治、對民生嘅問題，可以話呢全部呢都係正值負數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居然我哋嘅特首可以話唔會自滿。佢又認為特首對公務員團隊唔信任，唔少決定亦都未有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溝通。林鄭月娥公開嘅評論呢，行裏之間，例如就中央政策組邵善波同埋高靜芝嘅委任同埋佢哋嘅工作範疇啊，我感覺到咧，事實上某啲事情咧，內部特別係行政長官同埋政務司司長之間咧，未出爐之前咧，係未有機會俾政務司司長咧提供佢自己嘅睇法同埋意見嘅。佢會一路做落去，直到有朝一日佢覺得自己不被重用，或者係某啲問題過唔到自己佢一關啦。佢好可能會要考慮一下，係咪繼續留落去做政務司司長呢？陳方安生又話：梁振英政府拖延政改諮詢，佢會參加7·1遊行表達不滿。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嘅調查發現，特首梁振英嘅民望持續下跌。特首梁振英嘅評分較月初下跌0.5分，有46.2分。特區政府方面，滿意率有20%，跌6個百分點；不滿率就上升7個百分點，至到51%。調查喺今個月13到19號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有700幾個市民回應。下星期一係回歸16週年，愛港之聲將會舉辦嘉年華同埋舉行護港行動誓師，希望召集1萬人反對佔領中環行動。愛港之聲嘅嘉年華會7·1下晝3點至6點喺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主席高達斌表明有意喺時間上同民陣嘅遊行重疊。你有你開心，我有我悲哀，呢個係冇所謂嘅，係嘛？最緊要就唔好侵佔人哋嘅自由，唔好侵佔咗人哋嘅權利，嚇！大家都係奉公守法。佢話預計要花6至7萬，透過籌款同埋成員支付。強調冇接受單一機構嘅資助。愛港之聲亦都籌辦護港行動，重點之一係組織萬人守護香港。香港人係俾咗15年嘅時間去忍耐㗎啦，係唔出聲，希望佢哋慢慢收聲嘅，希望呢班破壞香港嘅人慢慢收聲。點知15年來係變本加厲。愛港之聲預計出年7月之前可以召集到1萬人參加佢哋嘅守護中環行動。目前只係透露會用宣傳、教育等嘅方式阻止市民參與佔中。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陳振聰涉嫌偽造遺囑案進入結案陳詞階段，控方認為陳振聰持有嘅2006年遺囑係由佢策劃，又話陳振聰所做嘅一切只係為咗龔如心嘅信任同錢。偽造遺囑案聆訊踏入第22日，控辯雙方已經完成舉證。首先由代表控方嘅御用大律師結案陳詞。佢話龔如心一直都話希望將遺產用作慈善用途，但係06年遺囑嘅意願並唔係咁。陳振聰一直強調冇人知道有呢份遺囑，多個證人亦都話唔知道，因為遺囑係由陳振聰所做。另一方面，由龔如心挖洞同埋燒錢嘅行為，顯示出佢相信陳振聰有特別能力，可以幫佢揾翻丈夫黃德輝，同埋令佢自己長壽。咁所以佢哋嘅關係係涉及風水，唔係純愛情。又話陳振聰嘅唯一技能係從龔如心身上騙取金錢。
控方話陳振聰用3000萬美元買私人飛機，被龔如心話浪費金錢，所以佢唔可能將遺產交俾佢認為揮霍同埋毫無成功生意經驗嘅人。控方認為陳振聰所做嘅一切只係為咗騙取龔如心嘅信任同埋金錢。控方聽日會繼續進行結案陳詞，到星期5就會輪到辯方，下星期3陪審團就會退庭商議裁決。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港股反彈400幾點，重上2萬點關口喎，文言。係啊，內銀股咧就係升市嘅火車頭嚟嘅，工行同建行急升超過6%，係表現最好嘅兩隻藍籌。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零距離緊貼荷里活，星期一至